来继续来看桃园市一个汉肉店的头家，半暝3点行入人行道，互涂骹一条电火线行倒去，真正力咯！头前的喙齿断去，搁闹震动。议员讲，都是市府的施工单位无收尾，才害民众跌倒受伤。民众行伫咧人行道，煞无事无备，去踢到物件跌倒。议员打出一张相片，指控是桃园市府某一个单位伫咧施工时，无甲线修好，才害人着伤。然后中间完全看不出来有线，你要放大才看得出来有一条线在。我觉得就是没有做到很完善。白天大家可能都看得到，而一到晚上，如果真的没有路灯还是干嘛的，这条线真的是一个隐患。汉肉店姓周的头家6月23半暝3点行伫咧人行道，当时视线真暗，无去看到涂口线直接剪倒，造成身躯顶真侪所在刺伤，头前去断去处理了后，阁发现头痛，讲话变真慢，叫医生诊断是脑震荡症候群。中心回到现场，这是桃园区中山路和中正路口，这3脚步一间店闹热滚滚。不过这条线同款还阁伫咧，议员着这期明明阁伫咧施工，煞无甲线修好，嘛无放三角框。这条线明显去错过分者，因为规条线已经伫咧大路，若是有机车骑过，后果会愈惨。斟酌比对，因为暗时仔视线歹，完全看袂到这条黑色的电线。不过仔细看，这条线就真明显放伫咧路的，若是无注意，对害人跌倒。陆续有2位民众透过脸书的私讯来向我们联系，表示他们在行经同样的路段，也被同样的电线给绊倒，也有通报警察局，让警察来登记，可是却没有见到有任何的改善。议员这期政府单位做人本交通，所害民众涉间脑震荡。真无应该，嘛讲会协助受害民众申请后续的赔偿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